各位朋友，又歡迎大家嚟到合眾連橫節目。今日咧又係請到香港非常著名嘅政治人物基哥馮檢基先生嚟幫我哋一齊咧就傾一傾咩題目咧？嗱，大家知道嚟緊呢個星期日咧就係高市早苗咧就係有一個孤注一擲，一個高風險做咗，但佢解散咗眾議會，進行咗個大選。但係咧，大家都一般估計到呢一次大選咧，高市早苗咧就可能會得分嘅，佢可能會贏嘅。咁啊，高市早苗佢又之前咧，佢喺一個台灣問題上咧，就犯咗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錯誤。佢話台灣有時就危及到日本嘅生死存亡嘅問題啊，將中國嘅內政問題，包括日本就呢個連埋起嚟啊，甚至好似表明佢要介入到台灣問題，咁啊即係干涉到中國嘅內政。咁啊結果咧就北京啊當然係給予係強烈咁反擊，甚至係好強硬嘅制衡。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措施咧，就係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冇嘅，淨係單單對日本嘅，係對日本嘅兩用物資，即係軍用、民用啊相關嘅物資咧，就進行管制。啊，即係話我唔係隨便俾你嘅，你啲稀土啊，你啲其他啲嘢咧，係可以用到軍事上嘅方面咧，我係要管制你啊。咁對日本咧，真係一個係好重嘅一個反擊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啊好多人話，因為咧高市早苗佢對呢個中國強硬，喺台灣問題保持以前安倍嘅路線，咁咧反而咧又好似又啱咗呢個日本嗰啲年輕人啊，新生一代嘅嗰種口味，所以佢支持率好高，一直喺70%左右。喺咁多嘅之前啊，咁多嘅日本嘅首相中咧，佢嘅支持率都比較高，所以咧佢咧就夠膽咧就解散眾議院，就進行咗大選。咁啊，好多人話佢呢一次咧就贏緊㗎啦，贏咗之後，而家問題最重要係佢贏咗之後，中日關係點樣行咧？我就想聽聽阿基哥你嘅意見。係嗱，我又覺得可以有幾方面嘅。第一個就係當然係政治方面啦，即係政治軍事啊嗰個安全問題啦。第二個經濟咧，第三個外交。咁當然係作為一個最基本咧，作為一個政黨或者係一個民選制度嘅國家咧，選舉嗰個人民授權咧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佢打出嗰個，即係台灣有事就我哋有事啦，於是中國被領導咁樣，即係高天蓋地咁樣鬧翻佢轉頭，甚至係禁止佢呢樣，制裁佢嗰樣咧。於是佢覺得，如果佢就係而家咁同中國對壘嘅話咧，變成佢自己嘅政黨甚至可能去變成佢個人啊。咁佢點樣能夠得到人民嘅受命，從而喺一個全國嘅即係認同我呢個嘅諗法咧？選舉係唯一嘅方法。我覺得佢覺得自己咧係有條件能夠攞到呢一個全國嘅壽命，去等佢繼續做呢一樣嘢。第二咧就係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本一路都被美國牽住鼻子走噶嘛。咁佢做呢一樣嘢係唔係美國授意佢做對北中國嘅咧，還是係佢自己跳出嚟講嘅咧？你唔知㗎。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如果佢要自己更加多啲嘅主動嘅話咧，就係佢要能夠令到自己呢個咁嘅方向係得到全國嘅授權嘅時候咧，佢到時咧可以跟你美國睇嘅講法，又可以唔跟都得，或者係稍微移轉一啲又得。咁變咗佢個權力啊、能量咧、方向性咧、個主權就大咗好多。所以我覺得佢要解決呢個政治問題咧，佢能夠選到又贏到咧，呢個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到時嗰個轉變權咧就喺佢手上面。第二咧就當然就係大家知道咧，就係上咗台之後啊，一路嗰個軍國主義嘅味道係越嚟越濃，甚至要變軍啊，要甚至想改變成個即係自衛隊嗰個嘅名稱等等。咁佢當然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如果當佢越係同中國嘅對壘越強烈咧，佢係可能越得到支持咧，係喺軍火上面錢啊，即係個財政緊落嗰個軍事上面咧，係越有能力、越有條件、越得到人哋支持。咁所以我覺得佢做呢樣嘢，亦都可以對佢將來日本啊嗰個建軍有呢個軍國主義嗰個發展咧係有個幫助。咁當然最後我講下外交啦。你大家知道一嘢，日本一路同咧美國建立咗幾個聯盟啊，四大聯盟啊、三大聯盟啊、五大聯盟嗰度咧，全部有晒關係。咁佢當然最重要就係佢似乎喺美國喺亞洲嘅代言人，甚至係組長啊，即係處理啲亞洲問題，特別對付中國。咁所以變咗咧，喺外交上面咧，如果係越同中國係有撕裂甚至拗撬嘅問題嘅時候，佢係咪越有條件可以動員啲亞洲盟友組成一個有力啲嘅聯盟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能性嚟嘅。當然最後我仍然都覺得
美國嘅利益，美國點睇係最重要。當美國覺得，喂，你做呢度好咯，上限啊，上限啊，唔好再行啦。即係呢度唔夠喎，你再行前啲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我覺得最後都係美國話事嘅。咁但係因為當日本有咗一個咁嘅能量之後咧，美國嘅話事亦都將佢個話事，特別係對中國嘅牽制咧，係可以個能量又大咗。係啊，即係而家咧，實際上咧，呢個美國咧就啱啱公布最新一份五角大樓嘅戰略報告，其中提到個重點咧就係美國而家最重要嘅重點咧係喺美國嘅後院，喺西半球。但係印太方面咧，喺亞洲方面佢又唔放棄，咁啊最主要係依靠呢個美國嘅盟友喺印太方面發力啦。咁呢度咧就係基哥講嘅，就係高市早苗就扮演一個角色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又係相當於重要嘅。點解高市早苗咁呢個熱衷於軍國主義嘅呢方面嘅傾向咧？咁好多人講，而家日本嘅經濟咧，其實就係迷失咗30，一直係去唔到，因為佢日本嘅各方面咧，佢國內嘅基建啊，你好似大陸，佢仲可以靠基建去拖動、帶動嗰個國內嘅消費，帶動國內嘅經濟。譬如講話，可以喺西藏起一條鐵路去到呢個新疆。疆藏鐵路投資可以過萬億，又可以喺西藏咧起一個水電站，又係投資過萬億，都可以仲有呢啲大嘅投資範圍。咁啊，日本咧做咩都已經到天花板啦，機場又唔起得，高速公路又唔起得，咩新幹線又滿晒啦。咁啊靠咩咧？好多人話高市早苗咧，佢而家咧就係最主要想發展日本嘅軍事工業，所以佢要做好多軍事方面，要解除出口嗰3原則嗰個禁令限制。所以呢啲嘢咧，因為最後咧就刺激到日本嘅經濟，咁所以日本嘅年輕人、日本嘅選民咧都係啱聽嘅。覺得你反正使到日本強翻起嚟，咁啊我咪中意咯。咁啊所以咧高市早苗咧佢嗰個支持率都就比較高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好大嘅問題就係高市，咁佢呢次能夠大選贏咗，佢可能佢個自民黨單獨咧喺眾議院都過半，如果再加埋維新黨佢個合作嘅夥伴，咁啊可能大勝。咁喺呢一種勢頭下，咁啊係咪佢個對華政策咧就會變得更加強硬？對於中日關係咧就更加不利咧？咁啊呢個就又係值得我哋關注噶啦。我想聽下基哥點睇啦嚇。我當然即係佢嗰個軍事嘅力量加強咗之後咧，佢響亞太區咧係做大阿哥咧，嗰個身份地位亦都實力增加咗嘅。咁即係如果你都弱低㗎，即係啲又唔得，佢又唔掂嘅，即係澳洲鬼彩嚟咩？即係東南亞鬼彩嚟咩？咁就有個咁嘅效果嘅。當然第二個咧就係佢做咗戰大國之後咧，講得唔好聽，雖然就係話美國幫佢手啊，建立呢樣建立嗰樣經濟等等，其實一路都俾美國攆住條喉㗎嘛。即係隨時好似冇命咁樣，即係新聞地位咧都係好低落。咁係咪透過軍事呢樣嘢可以強化咗自己嗰個嘅地位啊、國際關係啊、國際地位等等咧？呢個都係佢日本自己嗰個發展上嗰個利益嘅利益嚟嘅，特別唔想再做戰大國呢個咁嘅身份啊。咁我覺得佢有呢一樣嘢咧。咁當然即係美國咧，如果你又要借日本嘅力去睇住啊，即係睇住亞洲、東南亞等等嘅地方咧，有個空間俾佢發展㗎喎。咁呢個係從呢個角度就係朋比為奸，你幫日本放大即係等於幫軍國主義啫嘛。咁當然你係整兩個原子彈就打低軍國主義嘅喎，你今日又幫佢復原啊！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美國道德上面講唔通嘅。即係我哋留意到咧，中日關係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戰略轉變係咩咧？但係日本咧過去佢經常有一句話、一句名言，即係不論係咩黨派，左傾嘅、保守嘅，都係相信嘅，就係話喺安全上邊咧就要靠美國。喺經濟上面咧就靠中國，所以咧就係喺佢個路線上咧就實行政經分離。政治係做一套，甚至係安倍去參拜靖國神社，後來被中國咧就批得佢好犀利，就話唔參拜啦。咁但係就送啲嘢。咁而家咧就高市早苗咧都唔敢參拜，但係都係要送嘢。佢哋唔會去對歷史嘅問題咧作一個好深刻嘅反省。咁但係經濟上咧，佢以前咧就係依靠中國，因為中國嘅市場太大，而且日本貨咧喺中國，特別係嗰啲家電啊嗰啲嘢，汽車啊，都喺中國市場咧係大受歡迎。但係而家咧就變咗啦，中國嘅白色家電即係洗衣機啊、啲空調啊呢啲，好過佢，同呢一個日本嘅，甚至汽車、電動車方面，中國嘅電動車都已經壓到個日本啦。即係話喺經濟上邊咧，中國對日本嘅
依賴就冇咁犀利啦。所以而家呢個關係咧，就使中日嗰個關係嘅處理咧，就變咗有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作為中國同埋日本咧，畢竟係亞洲嘅兩個大國，又係一個好重要嘅鄰國。重要嚟講咧，中國同日本咧，應該嚟講咧係友好關係友好咧，對於中國日本咧都會比較好啲嘅。但係咧，美國就係插一手啦，就唔會比你兩個咁好。所以未來咧，即係呢一個中日關係咧，係一個呢個成個亞洲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課題嚇。所以我會覺得中日嗰個關係嘅發展咧，我係睇三國啦，就係中國、日本、美國。咁呢個三國嘅運作係點樣樣咧？就係成為將來發展嗰個嘅情況。所以但係最後都係咧係中美嘅問題嘅。係。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先。咁等呢個日本大選，然後咧我哋有時間再去深入去探討中日關係嘅未來嘅走勢。多謝基哥，好，拜拜。